各位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，利用这个机会，师父讲一个观念决定苦乐。观念如果对，你就非常快乐，很幸福；如果观念偏差了，你受苦无穷。所以观念也就是我们的知见，就是我们人生要追求。有一个男人，他为了参加明天小学的同学会啊，他特地上街买了一条新长裤。他回家穿上以后呢，发觉到那个长度多了10公分了。于是呢，他就请求妈妈替他改短一点。妈妈就说：“儿子啊，哎呀，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哦，想早一点休息，明天再帮你改啊。”这样。于是呢，这位先生呢，他就请求太太替他改。太太也说了：“老公啊，我今天还有许多家事要做，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帮你改啊，对不起。”于是呢，他又转方向了，请求他女儿替他改。女儿就说：“爸爸，我今天晚上跟男朋友约好要去跳舞啊，所以没有时间帮你改啊。”这位先生呢，他心里想，既然如此，明天就穿旧的长裤去参加也无妨了。当天晚上，他的妈妈心里想：哎呀，儿子平时对我很孝顺，开口要求总不好拒绝他吧。于是起来就替儿子改了长裤了，减短了10公分了。他的太太做完家事以后，心里也想：哎呀，老公平时很有耐心，今天他是不会缝针线才开口要求我，总不好拒绝他吧。于是替先生又改了长裤了，减短了10公分。他的女儿晚上回来啊，心里也在想：爸爸从来都不阻止我去跳舞，实在是一个开明的老爸呀。今天实在应该替他修改长裤，这样才对啊。于是又替爸爸改长裤，减短了10公分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3个女人呢，分别就告诉了男主人说有这一件事情。妈妈说：“我帮你改好了。”太太也说：“我帮你改好了。”女儿也说：“我帮你改好了。”结果这个男主人呢，就拿来试试看，已经变成吊脚裤了。他的反应呢，不像别人，很多人会生气啊，好不容易西装裤刚买回来，怎么给我改成这个样子？一定会暴怒啊。但是他的反应是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啊，我一定要穿去给我同学看，告诉他们我的妈妈、我的太太和女儿对我有多好啊！”我呢，老同学们一致称赞他家庭经营成功，他的妈妈、太太跟女儿也都很高兴。如果你是故事当中的男人或者女人，当下你会作何反应啊？哈哈一笑，或者是破口大骂呢？面对外人的时候，总是可以表现我们雍容大度啊，心平气和啊。但面对着自己最亲近的家人，却往往一点小事就足以皱起眉头，甚至于出言伤害对方啊。如果形容我们人类是一种出门是高 EQ 的，回家是低 EQ 啊，情绪没办法管控。我想啊，一点也不会夸张。让我们多拿出一点耐心跟幽默感给家人吧。如同我们在同一个道场，我们要情绪管控，看到不认同的或者你不开心的，你自己一定要知道，随时回光返照，自我要求，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对方。那这样大家彼此感情撕裂，你在一个道场当中，大家的情绪都好像很低落，而且怀恨在心，那没有办法平静，这样的修行就有障碍。所以我们在同一个道场一定要注意，我们不但自己不会快乐，连家人也会遭殃嘛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应该要有开开心心的情绪来面对的大众。一回家那个脸臭臭的就很不好，有缘才能在一起啊，应该要好好珍惜这一段姻缘，大家互相疼惜，互相友爱啊，彼此互相照顾。那这样日后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人家愿意跟你站在一起，那你感到这社会是温暖的。我们利用这样一个小小的公案来告诉大家，我们互相勉励。阿弥陀佛。